企都冇乜背景嘅。咁覺得如果需要當時我哋賺咗一個好唔錯嘅一個 working capital， 咁我想先訪問下你就係、嗱，我哋以前大家都係喺匯豐銀行出身，雖然我做 trader 嗰邊嘅嚇，你係做 commercial banking， 咁其實因咩驅使你又出嚟，我哋大家一齊創個業啦，我行咗家族辦公室呢條路，你哋又創咗金融科技公司，我想了解多少少關於你創業嘅路途嘅情況。好啊，多謝阿 Jim，多謝阿 Jim 嘅邀請。即係點解會有創業呢個 idea？ 咁特別係即係創立分發呢個 idea 咧，其實呢個 idea 或者係呢個緣分咧，其實都已經去追溯去到15年前㗎啦。咁點解咧？就係、雖然我哋間公司係2016年成立嘅，咁平台2017年上線，咁當我哋上一線咗都超過8年嘅時間啦。咁但係咧，其實我以前做銀行之前咧，其實喺讀緊大學嘅時候咧，都有一啲即係創業嘅經驗嘅。咁呢個咧就去到15、16年前咧，當時咧我仲記得係 iPhone 出嘅第2代啊。咁嗰時咧就我同我嘅 co-founder 咧已經係喺香港嚟講咧，已經算係第一個 batch 嘅跨境電商嘅賣家嚟嘅。咁所以咧好得意嘅就係我同我 co-founder 有銀行嘅工作經驗，然後再加電商嘅經驗。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兩個 element 加埋上嚟咧，就係我哋一分拍做緊嘢。咁15、16年前咧，當時點解會接觸電商咧？就係、我哋見到即係開始有嚟 smartphone 啊、smart device 啊呢啲咁樣嘅產品出現啦，好多人大家都中意買嘅。咁所以咧，當時咧我哋就喺中國，咁我 particularly 好記得就係當時喺深圳華強北啦，咁就開始咧去 source 一啲例如我哋叫 smartphone 嘅一啲gadget 啦，即係例如嗰啲充電寶啊、一啲電話殼啊、一啲唔同嘅周邊產品。咁我哋就開始喺電商平台嚟 eBay 度賣，咁亦都有啲 channel 嚟 Groupon 度賣。其實當時咧，我哋用咗1年時間咧，我已經將我哋嘅 volume 咧 grow 得非常之快，因為我哋都擺咗好多時間喺點樣做 A/B testing 啊，點樣揀產品啊，喺 Google Analytics 上邊，喺數據分析上邊咧，點樣去令到自己更加精準去投放資源。咁當時我哋嘅 ROE 非常之高。想自己將自己嘅生意再做大啲。雖然仲係大學生咁但係仲想將自己生意做大啲嘅時候咧，就諗住向銀行貸款，因為我同我 co-founder 即係屋企都冇乜背景嘅。咁覺得如果需要當時我哋賺咗一個好唔錯嘅一個 working capital，咁然後想再高大啲嘅時候咧，就諗住問銀行借啦。問咗4間銀行，咁4間銀行都 reject 咗。即係依家諗翻起就覺得太過天真啦，係咪先？仲係大學生。但係咧。正係嗰個 experience 咧，我就感受到其實依家好多企業，其實佢哋嘅生意做得好唔錯，咁但係咧就往往可能係一啲傳統銀行佢本身嘅一啲揀客嘅一啲要求啊，或者係一啲風控嘅邏輯，未必話最能夠迎接到依家市場跨境電商嘅需求咧，而導致未必攞到貸款。咁所以喺嗰次 experience 之後，再加喺商行即係商業銀行工作咗幾年，明白到 trade finance， 明白到企業金融佢哋嘅一啲利與弊。2016年嘅時候咧，就見到市場上面其實就咁大嘅資金缺口，所以咧就想非常之 focus 喺有 digital data，即係有電子化數據嘅行業上邊去深挖呢個機會啦。